呢一集陳仔帶大家去到美洲大陸探訪兩位女士，聽聽佢哋嘅胃痛故事。我哋先去到巴西聖保羅，一位35歲女性工程師，佢有胃痛、上腹痛，淨係喺月經期間出現，喺之前6個月裏邊疼痛逐漸咁加重，直至2個月前佢痛到要入醫院打針止痛。佢描述嘅疼痛呢，尤其是係食嘢嗰陣時候，就算食特效胃藥、質子泵抑制劑都冇乜效，要月經結束之後痛先會消失。佢嘅月經週期規律，從未懷孕。患者嘅一般身體檢查同埋婦科檢查結果都係正常。最初胃鏡檢查同埋腹部超聲波檢查結果都係正常，因為患者之前有子宮內膜異位嘅病史，所以佢就進行咗經陰道超聲波檢查，結果顯示盲腸同埋爛尾隔離有一個3厘米嘅東西，加上磁力共振掃描，診斷係子宮內膜異位症。然後佢做咗腹腔鏡手術、病理學顯微鏡檢查，證實子宮內膜異位症嘅診斷。手術之後佢嘅症狀完全消失，12個月之後呢位女工程師仍然冇任何翻發症狀。然後我哋去到美國嘅伯明翰，有一個23歲嘅女士，因為劇烈胃痛、上腹痛去睇醫生，經檢查後擔心有腹膜炎穿腸嘅可能，所以立即做咗超聲波，然後電腦掃描，掃描顯示腹腔內有個 BB。嗰名23歲嘅女士原來已經生過2次，今次係第3次懷孕，不過佢冇接受任何嘅產前檢查，依月經計算大概係37週。產科會診之後，患者被緊急送入手術室先救個 BB。手術中發現子宮角破裂，胎盤同埋子宮底黏實咗，但係輸卵管同埋卵巢係正常嘅。連埋個傷口之後，離開手術室之前，患者出現唔穩定嘅情況，心跳去到160，血壓70、40。手術嘅團隊再次開腹手術，發現腹腔裏邊大量積血，決定切除子宮，取出胎盤，估計總失血量3公升，輸咗6包血。手術後轉入深切治療病房。手術後第3日，媽媽同 BB 都可以出院，2個都身體健康，冇併發症。今集陳仔帶大家去到巴西同埋美國2個女仔胃痛嘅故事，原來係子宮內膜異位症同埋宮外孕，所以就算胃痛都要問有關經期嘅詳情，有懷疑可以驗孕。下一集陳仔繼續會同攝製隊離鄉別井，踏遍唔同國家，同大家尋找胃痛嘅故事。如果大家覺得有用，請 CLS 留言、點讚、分享。